我要当兵了。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部落跟我们的年轻人。部落才刚起步，只有一些年纪稍微年长的年轻人在带领。像马丽云这个地方，其实是混杂着撒奇莱雅族跟阿美族，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不能否认他们存在，都有血缘关系。那相对起来，很多一些主体性的东西要定案的时候，会非常纷扰。那纷扰之间，我们必须要做决定。那夹杂在中间的年轻人，必须要听取很多意见，要复兴我们的舞蹈跟歌唱。马拉嘎嘎爱，这些哥哥们，这些阶级，就是要把这些传统留下来的第一个守卫的人吧，就是要先第一个就交接给我们，然后再传给下一届马拉萨巴爱，这阶层关系。然后一方面，除了这些传承的那个文化的记忆的之外，还要跟弟弟们做相处。如果少了那相处时间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沟通就会有隔阂。我当然是希望我们年轻人都爱部落。部落是一个家，也是个国家。如果我能在部落服务，就像是我们在替国家服务一样，对，也可以回家，这是我最想要的。家人、爱人，这些都是对我非常重要的。明年的丰年祭，我不一定会回来，原因我在当兵。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我觉得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。